大头山等的台湾来讲，喙空癌是台湾癌症死亡原因甲发生人数的第5位。食槟榔是造成喙空癌上主要的原因。国健署的统计，青少年的开始食槟榔，有8成拢是受到亲戚朋友的影响。所以要提醒咱做家长的，即摆是学校很热的时间，要更加注意囡仔交朋友的状况。啦啦队闹咧开场，高中生展现球技、好运动，充满活力，毋通食薰甲槟榔。台湾国健署统计，台湾每当大约3000人死伫喙空癌，患者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。男生有嚼槟榔的话，它也会造成下一代的这个代谢症候群的一个比率会升高。孕妇她会产下比较体重过轻的这个婴儿。根据调查，青少年槟榔的来源8成拢是来自亲友。食槟榔的原因大部分拢是因为好奇，受到他人的影响。正过国中生内面，将近6成头一次食槟榔是伫11岁进前，也就是小学阶段就食过啊。槟榔的防治，得爱对家庭校园做起。放假之前，我们就发了家长通知书。其实家长是有很重要的责任。实际上，我们也需要学会说怎么去拒绝自我肯定的技巧。国健署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提供或者是贩卖槟榔，或18岁以下的青少年甲囡仔，若无相关是开罚10万。